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4月3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洪敏芝。来讲这快筛徛名册呢，到今仔日第3天啊，各地药局到即阵拢看到真侪人排队要去买。啊，平常时爱上班的民众就怨讲，拜六礼拜因根本就买无，即马有药局就体谅，决定讲暗时才来买。但行政院长苏贞昌是承诺讲会赶紧来配给，也呼吁讲民众唔好等，有需要才去买。加广告搭伫门口，清楚通知民众，快筛试剂是暗时8点开始卖，请家己排队。这是伫台北市松山区的健保药局，因为指挥中心无限制卖时间，为着让上班的人会当买到，决定暗时开始卖。快筛照名买，开始卖第2天，湘北地区也是真侪人排队要抢买。像这间伫中山区的药局，透早9点才开始卖，才过10分钟，配送的78人份快筛剂已经全部卖完。这边应该有12家药局。但是我去看了，有些没开，有些是要到下午1点钟才开，所以说我只能说再等到下午1点钟再来排。即届家用快筛试剂照名买，全台湾有卖健保药局，佮加增开卫生所，拢总4964间。根据健保署的最新资料，全国已经卖375020份，卖完的间数有4066间。快筛试剂无亲像喙暗照名买，会逐工进货。暗过上班族拜六才有休困，药师工会要求应该依照疫情日区分配无共分量的快筛试剂。快筛的数量基本上是都不够卖的，但是这样面临到就是明天就已经没有货可以卖。那在指挥中心原来的规划，周日本来就没有增加新的配送量。昨天41万剂，还有剩3万多剂，这都很不简单。今天政府会继续配足快筛试剂，请大家也不要囤货，大家有需要才买。其实，伫顶礼拜5日疫情升悬，国内快筛试剂无够的时阵，前卫生署长杨志良就宣布要捐1000万组欧盟认证的快筛试剂。不过最近食药署回函讲，这快筛试剂是中国做的，必须另外向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提出申请。但市长是讲，只要是对华做的产品，经济部拢会进行评估，而且无论为倒一个国家进口，只要准备好规格性的技术性文件送到卫福部，经过审查资料了后，就会当通过，这无什么问题。规格资料已经实施真侪年啊。记者综合报道。国内呢，昨增加11974例本土个案，以新北市4000多例上介多。到大国内已经有10万人确诊啊，也那昨中重症的患者增加30个，其中内底呢有2个人不幸死亡。但疾管署的署长张志豪因为伊的秘书确诊，昨无去开防疫记者会，先伫咧办公室隔离。29拜5新冠本土疫情新增加11974例本土病例，各创下一天确诊的新冠，其中新北市超过4000，台北市2000多例，桃园市也将近2000例，总计国内确诊人数超过10万。另外也新增加30例中重症，年岁上细汉的是10外岁国小的查某囡仔，无注过疫苗，当中有2例死亡，分别是80外岁甲50外岁，拢是男性，有慢性病史。从80多岁的男性跟50多岁的男性本身都有慢性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史，或者是有合并肾脏病史那这2位都是有这个长期卧床的一个情形。对着网络谣言指出注射疫苗无路用，也是去画到。指挥中心讲，以今年总计189例中重症的患者来看，有3成是完全无注过疫苗，无注疫苗的中重症的比率也是较悬。未接种或者是未打满2剂的这个民众出现中重症，整体的这个从人口上面的比例来讲是会比这个打满2剂3剂的来得高。有疾管署长周志豪无出席这个疫情的记者会，引发外界关心。但是中讲，周志豪秘书第2被确诊，虽然伊检查是阴性，不过随伫办公室进行特殊隔离，即阵身体状况良好。另外，台南市长黄伟哲也因为27家确诊者共到食饭，特殊隔离到30结束，加在检查是阴性。另外，指挥中心29甲外送员工会开会达成初步共识，包含考虑成立外送国家队，邀集金管会讨论扩大电子支付，并且禁止外送员送物件到便衣内底。另外，喙烂会检查试剂，考虑市场有需求，但是中表示，中期便衣进行100人次比对了后，技术性资料无问题，食药署应该可以通过。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讲呢，囡仔的 BNT 疫苗5月份就会送到位，6月进前就会当开始做。有一寡官市就认为讲，安尼会冲击到做莫德纳的意愿。正前因所做的一寡调查，甲注射的安排规个乱去。不过有家长是认为讲，加一种牌子会当拣是好代志。选择一个，如果同意那就勾同意，不同意就勾不同意。好，那如果勾同意的话，你要再勾一个，就是你要施打的方式。它有2种，一种就是我们在学校打，那另外一种就是你的家长把你带出去外面的诊所打。台中市的国小2到10名发放疫苗注射评估意愿书，老师详细向学生来解说。不过家长中间听讲 BNT 要来啊，大家拢想要观察，等一下。我会先观察。怎么说？不，疫苗打了，我们大人都不见得受得了，更何况小孩子，所以应该会先观察看看。即阵6都儿童注射莫德纳疫苗的时程，台北市确定5月初5开始做，台中有定5月11，高雄是确定5月初2针对偏乡甲特高学校先做，其他新北、桃园、台南也未确定。抑过中央2宣布，儿童 BNT 疫苗5月会到台湾，6月进前就开始做。台北市府批评，互原本规划拢乱去，直接冲击家长互囡仔注射莫德纳疫苗意愿。抑过学校这方面甲家长这方面是乐观其成。目前还没有很多的家长来询问。但是我相信，一定许多家长本来没有意愿，或者是他在第一次没有填的，应该都会再填。不同的疫苗，那对于家长来讲，多一个选择，我觉得都是好事。儿童疫苗政策一直差，疫情呈现指数型的爆发，也一直烧入各地学校。台南永康国小早起向阳接到教育局通知，个案爆裂已经达到10个班级停课标准，只好提早伫中昼放学。匡列的学生数量就读班级已经达到法定的标准10班以上，所以按照台南市的暂停实体授课标准，从今天下午起暂停实体授课2天，然后这2天会进行学校的清消。学校中昼，予囡仔食饱了后，12点40分统一放学，并且呼吁家长暂时莫予囡仔到安亲班。停课期间会以线顶同步加自主学习方式来授课。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报纸看什么大代志？甲乡亲来去现报纸，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总统蔡英文呢，昨确定讲现任空军司令辛浩基调任做总统府的战略顾问，伊的职务会由空军副司令刘任远中将来接。刘任远呢，也会升起来做空军2级上将。这2项人事的命令，新的5月初1就会生效。蔡总统鼓励2位总领继续打拼，捍卫国家安全。再来看《中国时报》，屏东地检署去年侦办一件渔船走私有上亿的这个毒品案，发现讲民进党的行政官议员颜旭波甲药商有交结，落尾查出讲颜旭波就是重要的幕后金主。过手的这毒品量有800公斤，专案在咧昨结案。屏东地检署起诉在案这个颜旭波，请求判无期徒，也并扣1500万的罚金，已经送屏东地方法院审理，法官裁定收押印件。再来看联合报。新竹客运呢，在咧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也阁有苗栗县4个县市，计共有34条路线在咧走。不过9月12日，这营运的许可证就到期，因为收益无讲偌好，打算要来停驶。新竹的县长这杨文科就讲，已经争取补助，或者是甲民间业者要参详用快捷公车的方式来合作，希望会当顾到偏远地区的民众，也阁有学生囡仔坐车的需求。来讲台铁企业工会呢发5日无加班的这个行动。台铁虽然讲正前有宣布5月初1拢无火车通坐，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证实，今仔日中昼呢会公布这临时的班表。原则上全台湾拢有区间车，只是讲车班会比较较少。台铁的产业工会就呼吁交通部，唔通简单想讲有火车有驶就好，这行车的安全嘛就爱重视。台铁伫台北火车站入口放告示牌，通知旅客5日停开，应转载相关资讯。另外，在自动卖票机也打出广告，5日迄天暂停卖票机的服务。另外，对4月30开始到5月初2、3天的连假的期间，已经买票旅客拢会免费来退票。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5日迄天台铁开出少量的区间车，也是希望会再提供铁路试运的服务。他希望说全岛每一个地方都有7000车的服务，但是班次非常非常的少。
只是一个象征。调配我们不会用2线这一线哈，就纯粹用司机眼哈。然后这个我们2线的部分是等于说他们的教练一样了哈，我们会用双人乘务。对着有台铁员工伫社群网站反映，台铁主管要求5亿爱加1点人来出勤，也讲若是无上班，可能影响未来调职。王国才表示，应该爱尊重员工的意愿。伊表示，5亿开出的列车会是相当成本的方式，以司机员来配主管的方式来服务，会伫4月30公布班表。请交通部不要再过去重蹈覆辙。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普悠玛事故的时候，就是因为人力的缺乏，那让2线支援1线，不是只有火车能开过去就好，而是要能够安全的抵达。非常依赖火车的东部，5月迄天主要车站拢有类火车客运服务旅客，班次拢公布伫台铁车站的大厅，袂少旅客拢已经知影讲迄天火车无开，要家己备案。自己开车啊，自己开车，就不会选择火车这个选项嘛。如果是很合法的去争取，我觉得是可以同理的啦。公路总局统计，5月7日迄天，公路也是市区的客运会以现有路线增班疏运，下交开超过3500班次。对着台铁无度提供服务，增开的类火车临时路线12条，总共716班次。旅客用伫公路客运及时动态资讯网查询。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市呢，昨有2700人确诊，市政府为着要保调 PCR 的体检量能，对今日开始呢，7个社区免费体检站，简单的提供予快筛阳性的人来验。也若针对台北市的统计，快筛阳性的人去做 PCR 出来阳性的比率有88%。国文特就呼吁讲，中央就爱把快筛的阳性当作是确诊来处理。指挥中心并无认同这款的讲法，讲安尼施做会有法律的问题。台北市副市长吴珊珊29下晡去台北市联合病院社区体检站视察快筛阳性绿色通道，甲一般急诊分流。台北疫情管制，电子 PCR 体检的量能是叫要制载袂调，所以台北市7个社区的体检站为30开始转型，提供快筛阳性的民众来做体检。以后快筛阳性在我们的公费筛检站，我们就会慢慢陆陆续续让它变成快筛阳性。你如果没有症状的话，你就来这边，直接在这边做 PCR， 不要再挤到医院的急诊区。台北市29新增加2702例本土病例，社区体检站验出来阳性率是超过13%。台北市长高文哲讲，确诊者增加的速度，若超过 PCR 体检的速度，出来的人数，恐惊是检验报告也未出来，看落较少。根据台北市的统计，快筛阳性的人做 PCR， 阳性率有到88.57%。高文哲甲中央话讲，爱甲快筛阳性看作是确诊。一大堆不需要做的都来凑热闹，你知道，会把我们这个筛检站击垮掉。其实说快筛阳性的，在现阶段应当要视为就是 PCR 阳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会产生一层这不是确诊的人，而被当作确诊的病人，然后他旁边，因为他是把他当作确诊，虽然他不是，可他还是要匡列其他的人。那匡列的人也有居隔等等的一些相关的问题。但市长表示，无考虑用快筛来取代 PCR， 安尼会有法律的问题。用准确度较成的工具，限制一成的人的自由，安尼并无适当。另外，台北市府下令500间病床以上的病院，伫5月初8之前，都要甲15%的病床刷出来，才做是防疫专责病房，提升重症医疗的量能。另外，台北市府嘛持续招募基层诊所的医师来协助远距离的医疗。针对台北市议员侯汉廷确诊，高文哲甲黄珊珊是采取以快筛代替隔离。也若台北市府嘛为5月初2开始实施分流甲居家办公。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这边呢，昨有4095个本土个案。好友义讲呢，照社区体检确诊的比率来看，这确诊的人数一定会搁再增加。昨呢，新北市是发出3000多条的简讯出去，要请民众到做疫情调查。结果这个网络的连接刷去互改掉，点入去全变做是一张女性的相片。好友义就讲，即马已经在调查，若抓到有人调工创空，一定会重罚。我们已经立即启动调查，故意篡改、恶意传播，一定采取重罚。新北市2月开始家己写疫调，结果简讯网址互人创空。新北市长侯友宜讲重话，因为有民众甲简讯网址倒算第3英文字，为大写 I 改做小写 L， 若做点入去改过的网址，敢会当看到一张查某囡仔的相片。
那这位民众呢，把这个别人的简讯截图以后，又输错了英文数字，如果是一个恶意的篡改，最高可以罚300万。因为新北市确诊的真济，未过电话一条，只是发简讯。确诊者收到新北市卫生局发放的简讯，再个点入去简讯点关的底网址，直接写相关一条的资料就会使。目前拢总发3800封简讯，已经回收9成，剩1成，已经发出第2封简讯。内政部会团会主动佮联络。侯友宜强调，新北市也是新冠疫情真严重的所在，29个新增加4095例，目前居家隔离入关人数30628人，累计居家照护者有12247人。不过看到最近社区体检站阳性率已经渐渐升悬，短短3天为个位数升悬到双位数。所以我们社区感染力仍然一直在往上窜升，确诊数还会往上再走。基隆市本土确诊也阁新增加605例，而且学生的案例也一直增加。5月初3开始实施实体甲远距离拢有的上课方式。幼儿园的部分比较不适合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做这个融合式的这种上课，就不要到幼儿园。基隆市长林佑昌表示，目前全校停课有12间，包含5间小学甲7间幼儿园，部分停班的学校有72间。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咱来讲，南环公路经过13年的修复，5月初1要全线通车。高雄六股甲甲线一寡所在饭店，房间内到8月份拢订满。不过其他地区的观光业者拢做无生意，饲草是天差咧地。尤其轻松浸温泉，5月连假前一天，六股堡内袂少饭店甲民宿1个月前早就互游客订了啊。为着赶伫5月初1南回公路全线开通迄天，来先看沿路的美景。平日的住房率的话是3到5成左右，那假日的话我们都几乎全满。对，那如果需要订房的话，必须要提前1-2个月。就5、6月会比较热，那可能会比较少来。那因为南横通车的关系，可以到台东，所以可以在这边住宿1个晚上，然后再到台东。所以我们这边的住房率就大增。因为疫情的打击，各地观光又搁落落来。不过中段13年南回公路总算全线开通，互高雄六股甲线这个所在的饭店民宿订房一直满到8月。工作人员无用送备品到各房间，准备迎接来大的游客。当地人都希望通车会当带来旅客，互商店甲观光业重新收入起来。没有通车享受就是很差很多，没有客人，很少客人了。现在希望通车客人比较多啊。南回公路会当为高雄山区连通到台东，较早是游客为西边入去东部的要道。2009年，因为莫拉克风台中断了后，沿路美景互游客真思念，望赶紧通车。山南啊，安尼慢慢起来，慢慢起来，安尼起来迄感觉有够好。我足期待。我的朋友嘛，你来讲，若有伊嘛要组团要来去夹一抓。南回通车后，沿路的观光业者真欢喜，各商店也拢有提供伴手礼优惠，要吸引游客来消费。希望会当伫疫情影响下，因为通车互观光颠倒成长。记者综合报道。促转会任务呢，到5月底就结束。中正纪念堂转型的这个议题也受外界关心。昨促转会呢是办转型的设计展，公布4组设计团队的提案。促转会是主张讲保留规个建筑，不过建议甲改做民主历史的记忆馆。受难者代表蔡宽如前辈是搁一届发话，讲着爱甲内面的当上刷走。这个过程就是说，这个选题它本来就是有各种可能性。小计中正纪念堂的转型方向，促转会5月底任务就要结束，特别请来4组设计团队提出转型构想，其中有包括以建设的良心做主轴，改变当上的铺排等等，让大家来想象。促转会伫记者会嘛提出建议。这个堂体要做一个民主历史的一个记忆馆，那这个记忆馆，我们希望它是可以铭记台湾还有国际从不民主走到民主的历史经验。叶凤玲表示，因为民主嘛是会衰落，所以希望把民主历史记忆馆当作反省维权的教材，嘛希望规划相关的艺术展览区，通甲两厅院的艺文性质相像，有会白色恐怖受难者蔡宽如，嘛表达无论空间安怎改造，因甲家属的诉求就是医毒当上。同体、以手、以
里面以后这个政党轮替是常态之下，不断在变革啊，以后就不会在那种争议性情况这个产生。针对各种的提案，与会立委嘛表达，即卖受法拢是纸上谈兵，会想看卖安怎协助落实。邱壮辉嘛讲，举办展览是要互外界知影讲，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就亲像马拉松，伫因的任期结束了后，会甲推动转型的汇报交互行政院，搁做后续的处理。记者陈亚文、小凯台北采访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变化啥款？带观众朋友咱斗阵来去看气象资料。先来看伫咧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6度。再来伫咧中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1度。伫咧南部，温度上低22度，上悬34度。伫东部21度到28度。伫金门、偏湖、马祖16度到27度。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敏珍，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